在欢迎各位可以在前方跟我们的幻影竞速队以及直排轮队一起拍张合照哦。也可以和我在我们的左手边看我们从英国回来的杨立威以及赖宽志，我们可以排队拍照哦，不要挤在一起，让我们排一直线。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安排，让我们排一直线，这样左手边排一直线。对。那我们也请幻影直排轮队、幻影竞速队到我们的在右手边一点，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拍照哦，在右手边一点点，谢谢。好的。